货物仓储费的计算通常基于一些因素，包括仓储时间、货物种类、仓储空间大小以及仓储服务内容等。承运人在车站公共装卸场所内组织卸车的货物，收货人应于承运人发出领货通知或送货通知等次日算起2日内将货物搬出或接收货物。超过上述期间未将货物搬出或接收货物，对其超出的期间核收仓储费。仓储时间通常仓储费是按照单位时间，如日、周、月计费的，费用随着货物在仓库内存放的时间而累积增加。同种类的货物可能会有不同的仓储费用，具体收费标准可能根据货物的性质、大小、重量等因素而定。仓储空间大小，仓储费可能会根据所使用的仓库空间大小而有所不同。一般来说，更大的仓储空间将会有更高的费用。除了基本的仓储费用外，还可能存在一些附加费用，如特殊保管要求、加急处理费等。